直到目前為止，消防處累計處理咗100宗100個傷者，而當中入邊咧有40個傷者咧喺現場不幸證實死亡嘅。另外咧，亦都有45個傷者咧係界定為情況嚴重。事件中咧一共有7名嘅消防處人員喺行動中係受傷，目前咧佢哋嘅情況係穩定嘅。而另外有一位同事亦都係喺行動之中不幸咁樣殉職。根據消防處喺進行滅火同埋搜救嘅過程之中咧，係發現建築物喺嘅外牆係有一啲安裝咗嘅保護網啦、保護膜啦、防水帆布、塑膠布，係懷疑咧係未符合呢個防火嘅標準嘅。咁而我哋警方喺現場進行調查，發現一棟係未波及嘅大廈喺裡面每一層嘅電梯大堂嘅窗出邊呢，係發現有啲發泡膠嘅包封嘅，而我哋亦都唔排除呢啲發泡膠係導致今次火警迅速蔓延嘅原因。而經警方嘅初步調查，我哋喺窗內發現呢啲發泡膠係由一間建築工程公司喺呢個大廈係進行呢個維修工程嘅安裝嘅。而我哋警方有理由相信有關工程公司嘅負責人嚴重疏忽，引致到今次嘅意外，亦都引致呢個火勢呢係迅速蔓延，一發不可收拾，導致一個重大嘅傷亡。而警方係鎖定咗工程公司呢3名嘅負責人，佢哋分別係呢個工程公司嘅2名董事、1名工程嘅顧問。而喺較早前大概凌晨2點，我哋分別喺大埔、牛頭角、新蒲崗拘捕咗3名本地嘅男子，涉嫌誤殺，而年齡係介乎52至到68歲嘅，而佢哋係仍然係被警方扣留進行調查。First of all, in the hours of darkness, it will pose additional danger and difficulties to our operation. And up to this moment, the temperature inside the fire scene is still very high. So we have difficulties in proceeding to upper floors of 2 of the buildings. Học生你又喺度食煙啊？大家好，我是主播周玉琴。很多的朋友告诉我们，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帮助了睡眠品质。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异常细胞风险的好朋友呢，可以选择原版的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它添加有超级食物羽衣甘蓝，健康再加分。而有睡眠困扰的朋友们，赶快选择蓝色包装这一款晚安加强版，绝对是更有感。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而且要记得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优惠。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基础版、晚安加强版，新包装改版，内容不变，抽取更方便。要吃就吃最好的。